你問我老咗最驚咩？係咪驚死？唔係。你問下自己，如果有一日你條命係靠機器接住插滿晒喉，屈得又屈唔到，講又講唔到，但個腦仲係清醒整，咁知道自己而家係咩狀態，咁到底係長壽定係一場無期徒刑？蔡生講過，人老咗最驚嘅唔係死，係死唔去。呢句話我諗好多人聽完都會心寒，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育長命百歲係福氣，人越老越健康就越叻，但冇人同你講埋另一半真相。所謂延長壽命，好多時唔係延長你嘅生命，而係延長你嘅死亡過程。你想象客 A 號入面嘅光景，白茫茫嘅燈光，24小時都唔會熄，冇日冇夜，你根本唔知而家係幾點，四周圍淨係機器嘅滴滴滴聲，同埋呼吸機嗰啲有規律嘅黐黐聲，好似永遠都唔會停。你嘅喉俾人切開一個洞，塞入一支粗過手指嘅膠喉，用嚟接呼吸機。你想吞口水都吞唔到，想咳都咳唔出，因為你已經冇辦法控制自己嘅氣道。最恐怖嘅唔係呢啲儀器，而係你個腦。好多病人到咗呢個階段，意識其實仲係清醒嘅。佢知道自己周圍發生咩事，知道有人喺度探佢，有人喺度喊，有人喺度同醫生傾佢個病情，但佢連一隻手指都屈唔到，連眼都未必眨得晒，講嘢更加冇可能。呢種困喺自己身體入面嘅狀態，先係真正嘅地獄。你個靈魂仲喺嗰度，但你個身體已經變成一副唔屬於你嘅鋼殼，任由人插喉，任由人翻身，任由人抽痰。抽痰你知唔知係點？唔係吸客咁簡單，係用一支喉直插落你嘅氣管深處，將啲痰同分泌物用力吸走。成個過程會引起劇烈嘅攞啦咳反射。好多清醒病人事後形容嗰種感覺，好似俾人由喉嚟插到肺度。呢啲嘢一日要做幾次？仲有褥瘡，長期擠床，皮膚長期受壓，慢慢爛穿，露出血肉。仲有約束帶，因為病人清醒又焦慮，會想扯甩啲喉管。醫護人員唯有將佢哋嘅手腳撳喺床邊，仲要話呢個係為你好。呢啲畫面唔係我擴張，係每日都喺全世界嘅 IQ 入面上演緊嘅真實場景。而我哋成日以為醫療科技進步係福氣，其實好多時只係將一個人嘅死亡過程由幾日拖長到幾個月，甚至幾年。呢啲唔係救命，係爛詞，一種披住醫學外衣嘅爛詞。講到呢度，我要拆穿一個成日冇人敢講嘅真相。好多所謂嘅堅持搶救，其實唔係為咗老人家，而係為咗仔女，自己個心安理得。你有冇見過呢種場面？老人家病重，醫生問屋企人要唔要電擊，要唔要插喉，要唔要用晒所有嘅急救手段。好多仔女第一反應係梗係要救啦，點可以放棄？佢哋驚嘅唔係老人家受苦，佢哋驚嘅係如果我唔救，人哋會點睇我？我以後會唔會後悔？我會唔會俾人話我唔孝順？於是呢個決定嘅出發點，由老人家想點變成咗我自己嘅噃。良心過唔過得去？呢種嘢講得難聽啲，就叫愚孝用老人家最後嘅尊嚴去換你自己嘅心安理得。而現實係咩？現實係呢種
全力搶救對高齡長者嚟講，好多時根本救唔返，只不過係拖長咗佢受苦嘅時間。醫學文獻同全球多份研究都反覆指出，高齡長者，尤其80歲以上喺心跳停止後接受心肺復甦，最終能夠清醒出院嘅比例其實非常低，唔少研究顯示唔足1成，甚至使某啲情況低至個位數百分比，仲未計返嗰啲幫補救返轉頭，但從此要長期擠床，甚至神經功能嚴重受損嘅個案。換句話講，你以為自己拼命救返嚟嘅，好可能只係一句仲有心跳，但已經冇晒生活質素嘅孔體。咁到底邊個先係真正為老人家好？係尊重佢哋嘅意願，讓佢哋有尊嚴咁走完最後一程，定係為咗自己唔背負見死不救呢個罵名，將佢哋送入 IQ， 插喉、插胃喉、插尿喉，成身機器圍住，最後連見返屋企人一面都要隔住玻璃，隔住呼吸機嘅聲音。我知道呢啲説話好難聽，但殘酷嘅現實往往先係最需要擺上台面講嘅嘢。死亡本身唔可怕，可怕嘅係我哋成個社會用孝順唔放棄嗰啲堂皇嘅詞語，掩飾咗對死亡嘅恐懼，然後逼住老人家喺呢種恐懼入面硬食多幾個月甚至幾年嘅折磨。如果有一日你都面臨呢個選擇，你會揀尊嚴定係揀部呼吸機？下一部分，我會話你知蔡生點樣親手寫好自己份人生終章書。如果你想學識點樣掌握自己條命，而唔係交俾醫生同仔女，記得即刻訂閱並打開個臨燈呢份護身符，你越早睇到越好。你話人幾十年辛辛苦苦買層樓、裝修、供樓、執屋、維修，到最後為咗咩？為咗有一日兩腳一伸，啲仔女為咗啲撐樓爭到面筒耳赤，甚至上到法庭。蔡飲就睇得好通透，佢話自己冇根嘅概念，屋企唔一定要有層樓先叫屋企。佢寧願賣樓住酒店，日日有人換床單、抹地、送早餐，仲有無敵海景陪住食早餐。邊度使自己攞把螺絲批去通渠？住酒店嘅邏輯其實好簡單，你付出嘅唔係錢，係時間同心力嘅解放。層樓係死物，佢唔會屈，但佢會不斷消耗你嘅精神。今日窗花生通，聽日水喉爆裂，你成世人都同層樓咁喺埋一齊，變咗層樓嘅奴隸，而唔係主人。住酒店就唔同，你只需要一個行李箱，隨時執隨時走，唔使諗維修，唔使諗管理費，唔使諗將來啲仔女點分。蔡登有句説話講得幾狠，當你兩腳一伸，經理會報警處理得乾乾淨淨，唔使煩到後輩啊！呢句話聽落好似冷血，但係其實係一種體貼，唔想將自己最後嗰攤手尾全部留翻俾屋企人執。講到呢度，我真係好想知，如果你手頭有幾千萬，你會點用？會規規矩矩買層樓，留翻俾仔女，等佢哋將嚟慢慢分，定係好似蔡崇咁唔留產唔留根，將啲錢花晒去食好嘢、住好嘢，去自己想去嘅地方，單世界？呢條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我真係好想喺評論區聽下你哋嘅諗法。你會選留愛俾下一代，定係留翻份啖啖攤俾自己？講完層樓，講下屋企嗰啲寶貝。
好多人屋企成屋都係字畫、古玩、舊書，啲嘢擺咗幾十年，你都未必記得點解買。蔡生嘅做法好乾脆，趁自己仲精神仲清醒，逐件送俾識欣賞嘅朋友。佢唔等死後先由仔女或者拍賣行處理，因為佢知道好多咁樣嘅收藏品，一旦主人唔喺度，好可能就流落去地攤俾人當垃圾咁斷賣，甚至直接丟咗。反而生前送出去，你仲可以睇住個朋友接過嗰刻嘅表情，嗰種終於難得知音嘅滿足感先係真正嘅傳承。呢種做法其實就係一份生前遺願，唔使等律師宣讀，唔使等仔女爭產，你自己一手一腳將中意嘅嘢交俾真正識珍惜嘅人，睇住佢哋開心，自己都放低咗個包袱。執屋唔單止執物，其實係執心。你會發現件件放低嘅嘢，都係你曾經緊揸住嘅一份執念。物質嘢容易斷，人情嘢先至難捨。蔡崇到咗呢個年紀，好多所謂嘅飯局佢都唔去。以前礙於人情，礙於面子，唔啱傾嘅人都要陪笑食餐飯。而家佢唔想再講違心嘅説話，唔想再浪費時間同唔啱嘅人客套。呢種斬同唔係高傲，係一種清醒。人生剩落嘅時間冇幾多，仲要用嚟應酬嗰啲根本唔在乎你嘅人，唔值得。對仔女，蔡神嘅態度都係一樣。咁單仔女大咗，有自己嘅人生、自己嘅家庭、自己嘅事業，做父母嘅唔應該將自己晚年嘅快樂全部壓住喺仔女身上。你成日盼住仔女打電話，盼住仔女返嚟陪你食飯，盼極都感盼唔到，最後只會換嚟一肚氣同失望。倒不如自己揾嘢做，自己識得同自己相處。呢度要分清楚一樣嘢，獨處唔等於寂寞，寂寞係你被逼一個人，心入面渴望有人陪但冇人理。孤獨就唔同，係你主動揀一個人，享受自己嘅節奏、自己嘅世界。呢種孤獨其實係一種自由。最後呢，一味先至係真正嘅尚方寶劍。預測醫療指示，簡單嚟講，就係你趁自己仲清醒、仲有判斷能力嘅時候，白紙黑字寫低。如果將來我病重到冇得醫，要靠機器維持生命，我要唔要接受插喉電擊、心肺復甦呢啲創傷性搶救？呢份檔要喺律師或者指定人士見證之下簽署，先至具法律效力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如果你冇預先講清楚，到時候要做決定嘅就係你啲仔女。試想像佢哋要喺放手同繼續救之間下一個決定，無論點樣下，佢哋都可能一世都要背住係咪對唔住阿爸阿媽嘅心理包袱。而如果你自己早早寫低晒嗰份指示，就等於幫仔女解咗圍，唔使佢哋去答呢個咁沉重嘅決定，因為一切都係你自己嘅意願，同孝唔孝順完全冇關係。呢啲説話我哋唔講迷信，唔講技硬，只講點樣喺呢個殘酷嘅現實入面活得更加自主、更加漂亮。如果你都覺得人生嘅結局交俾唔係交命運或者其他人擺佈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，唔好錯過我下一集。乜嘢先叫活夠本？唔係你銀行戶口清零先算數，唔係你去幾多隻環遊世界先夠格。活夠本嘅真正意思係你每一日
瞓落床嗰刻，心入面冇任何一絲遺憾。今日食嘅係我最中意嘅嘢，見嘅係我最想見嘅人，做嘅係我最想做嘅事。人生短短幾十年，如果日日都戰戰兢兢，唔敢食、唔敢玩、唔敢笑，咁就算真係捱到100歲，咁又點呢？蔡又有一套好出名嘅壞習慣哲學。佢照抽煙、照飲酒、照食肥豬肉，成日俾人勸佢要戒。佢嘅回應好簡單，食嘢係人生最大嘅樂趣之一。如果為咗可能多活幾年而將呢啲樂趣全部戒晒，咁生命長咗又有咩意思？呢度唔係鼓勵你唔理健康亂嚟，而係想講一個更加深層嘅道理。心情先至係身體最強嘅藥。你成日提心吊膽咁計住卡路里，計住膽固醇，反而成日緊張，成日憂愁，個人未老先衰。反而嗰啲成日笑口盈盈、食得飲得嘅人，個個精神奕奕。醫學都證明，長期負面情緒會削弱免疫系統，壓力荷爾蒙飆升，反而加速身體老化。所以與其戰戰兢兢咁長命，倒不如碌碌烈烈咁快活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對身體最好嘅藥。我想你而家靜落嚟，諗2個畫面。第一個畫面，一個老人家瞓喺 ICU 病床上，滿身接住喉管，胸口因為電擊一次又一次彈起，肋骨甚至因為力度過猛而折斷。四周圍一班醫護人緊張咁大叫，繼續，機器嘟嘟聲響到成個病房。呢一幕係好多人以為嘅搏命保住條命，但對當事人嚟講，可能只係一場痛苦嘅折磨。第二個畫面完全唔同，一個老人家換上自己最舒服嘅一套睡衣，窗外係佢中意嘅晚霞，身邊坐住相識幾十年嘅佬。2個人斟翻杯威士老友，2個人斟翻杯威士卡，慢慢傾翻啲當年勇。傾到某一刻，老人家笑住，眼睛慢慢合埋，酒杯仲拎喺手度，就咁樣安安靜靜走咗。呢2個畫面，邊一個先至係你想要嘅結局？答案好明顯。而呢個答案其實由你自己而家嘅每一個選擇開始鋪路啊！活得精彩，唔單止靠心態，仲要靠一份永不熄滅嘅好奇心。蔡從到7老80，都仲會主動去了解年輕人玩緊啲咩新出嘅手機 app、後生仔嘅潮語、網上嘅熱話。佢照樣有興趣去接觸。好多人一過咗60歲，就將自己歸類做老人家，拒絕接觸新事物，拒絕學習，慢慢將自己隔住喺個世界之外。但你知唔知大腦同肌肉一樣，你唔用佢，佢就會退化。你不斷俾佢新刺激，佢反而會保持活躍。呢種對世界永遠保持好奇嘅心態，先至係對抗衰老最強嘅武器，遠比任何補品保健品有效。仲有唔好驚啲皺紋同白髮，呢啲嘢唔係老態，係一枚枚咁張。你每一條皺紋都記錄住你笑過嘅次數，你每一根白髮都見證住你捱過嘅風浪。呢啲係你人生閲歷嘅證明書，應該自豪咁展示出嚟，而唔係遮遮掩掩，好似做咗見唔得光嘅事咁。一個人幾時開始真正老，唔係佢面上幾多條皺紋，而係佢幾細就開始驚面對鏡子入面嗰個真實嘅自己。講到呢度，我哋要翻去最開頭嗰個問題，你點樣出生？你冇得揀，
但係你點樣離開呢個世界？係你一定要話事嘅嘢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唔係技巧，而係一種對自己人生嘅終極負責任。熄咗盞燈，靜靜問自己一次：如果可以揀，你希望你人生最後嘅一段路係喺一堆冰冷嘅機器包圍之下，痛苦掙扎，連講一句話都做唔到，定係喺你最愛嘅人陪伴身邊，從容不迫，含笑合上雙眼？呢個問題冇人可以幫你答，只有你嘴自心入面先至有真正嘅答案。蔡陽講過一句好精警嘅説話：死神嚟到都要等佢食埋半碗飯先算數。呢種從容，呢種唔怕死亡嘅豁達，先至係對生命最大嘅尊重。我輪到你，如果人生最後只能食一樣嘢，你會揀咩？係阿媽煮嘅一碗白粥，定係茶餐廳嘅一杯絲奶茶配鳳梨油，又或者係同老友夜蒲食嘅一串魚蛋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一齊傾下呢份屬於你自己嘅最奢華嘅最後一餐。如果你認同呢種活得有尊嚴、活得有型格嘅人生態度，嗰個唔該即刻訂閱、點個讚，再分享俾身邊仲喺度糾結緊、驚緊變老嘅朋友，等佢哋都可以早啲諗通呢個道理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